在我国南海1400米至1500米水深海底发现2处沉船遗址和大规模裸露的文物。其中1号沉船遗址以瓷器为主，推测文物数量超过10万件。根据文物初步判断，为明代正德年间，也就是公元1506年到公元1521年。散布在海床上的瓷器堆积面积超过上万平方米，文物堆积最高处超过3米。2号沉船遗址以大量原木为主，尺寸相近，码放整齐，初步研判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沉船。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弘治年间，也就是公元1488年至公元1505年。据国家文物局介绍，1号、2号古代沉船保存相对完好，文物数量巨大，时代比较明确，具有重要的历史、科学及艺术价值，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，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。